第一天到白河了，第二天又要到金寮乌米勒的西边白沙屯，第三天，还有到飞寮，金寮北边飞寮一，还有第三天还要到鹿草呢。哦，白河的后壁啊，那鹿草新营。后壁将下水东泰安宫，天上圣母出行绕境。只要都是坐在车上往北边，然后再到东边，还有。